蔡经理，咱遐日有两日，去给咱保卫社长，咱国处处长，副处长，保卫组织主任，大家早安。傅全伦，早安。今日是咱爱上卫生有这个清扫清扫班。当然，因为咱这个清扫班，把咱一年给你安排4班，给你安排4班。所以呢，这个讲起来这个班数不足少。过去咱台北长调所每2月就是办这个清扫班，咱学校我去台北去加班，3月开始做工地班，这是咱台北长调所一边迄个生产教育这个对咱清扫的人才有一种的这个要求，真正对咱清扫要安怎做一个真正提升这个工作，因为收到足重要，就是要安怎人坚持，收到足重要，安怎人巩固家己的这个实力。我相信讲，人生伫这个过程内底当中，咱大家拢对1岁开始出生到即摆时阵，咱什么代志都拢有拄着。咱会记得张少爷端午节今日已经过3天去，时间真咧过偌紧。咱学校拄伫端午节迄一天，已经领了36周年，36周年。咱学校拄伫76年5月初5迄天领了。简单讲起来，离咱学校领了已经过36周年的这个纪念。虽然讲36年嘛无算重，嘛无算短，但是重要就是不管是36年，这个过程内底，甲咱做什么代志，互咱会当真正以心性上的这个提升，甚至讲做咱的咱爱上领导，会甲咱带了真正平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咱讲的人生的过程，咱就要行出咱一条出路，咱才会修行。人生若唔行出咱一条出路，咱嘛免受着。毋过咱会想，我逐日嘛咧出路，我才有出路。这个出路甲迄个出路不如相像，因为咱这个世界观的出路，伊会出对绿道路的出路。但是因为今日咱一群弟子领受胜利军团，咱就要得到3个生活，会当参考所教。咱的出路就是要行解脱，要行入弥勒净土的这个出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呢，因为真正毋是求道代表我已经离净土世界，我已经得解脱，毋是安尼解说。因为求道就参照讲，先互你找到一个方向，互你找到一个目标。你在生当中，你是一个懵懂，拢毋知影人生何去何从，这是一个懵懂。但是因为咱受命师甲咱开启对去了后，互咱的茅塞顿开，互咱知影讲，我西方极乐，就是比如讲台北就是咱西方极乐，我西方极乐就是安怎行，我已经有方向，我已经有目标，但是你有方向甲有目标，无代表你已经到西方啊。
这点你会做了解。作者道亲观念就是我求道就是解出来，我求道我就免修，我就修道啊。敢若讲点道就已经成道啊。这个观念应该有需要修改，这个解说应该偏差于这个真理思想的讲起来，非常远。其实的讲起来，求道就是甲你茅塞顿开，互你知影讲，原来我人生内底当中有一个十法界，有一个佛的法界，有一个菩萨的法界，有一个地球佛的法界。有一个阿修罗，有一个罗汉的法界，阿罗汉的法界，有一个天神的法界，有一个人道的法界，有一个阿修罗的法界，有一个魔鬼道的法界，有一个畜生道的法界，有一个地狱道的法界。我已经知影，我嘛足清楚了解，讲这十法界，就是你伫这个世间安怎做。你未来迄个世界，走到迄个法界。简单讲，咱嘛知影讲，地狱道、畜生道甲魔鬼道，这是若要甲讲起来，这三法界上个悲哀，嘛上个惨。嘛，咱真正听到这三法界，大家拢会起叫火，大家拢会惊死。讲你世界都较艰苦咧，无互你偌艰苦，嘛无比你魔鬼道、畜生道、地狱道较艰苦。过去的讲书嘛是安讲讲，嘛事实是安尼，我咧就无感受，讲是咧讲，听是无咧听，我嘛无啥物感受。作者就是讲，我真正爱去留意迄个拄着迄个物件，我爱面对着迄个物件，我才真正会惊死，若无我袂惊。我先来甲你讲，有一个缅甸你知影啦吼，缅甸的缅甸啦吼，足侪人吼，拢听着讲去缅甸一个月当中会当领10万，你听电话尔，你讲电话尔，一个月领10万，好，大家听咧讲嘅，迄心拢就要爆出来。各位，泰国近一个月，泰国是比缅甸经济较好，一个月薪水领1万块，而缅甸一个月薪水啦，因咧挣到薪水啊，若有领2000块、3000块，代表是阿弥陀佛啦。但是他有可能一去互你10万块，安尼听无？毋过大家听咧，我就人舒服。我问你听无？人讲你诈骗集团，你要相信无？诈骗集团。咱都明明50万，我作清楚诶，10个月领，惊听电话尔，甲放电话尔。但是伊嘛还袂真实，嘛还袂真实啊，还袂真面啊。伊就要创伊啊。但是政府作出比离几年安尼早袂掉。阮诶代志，民主国家，恁怎啊牵涉到要去一个国家？无法度，恁入要动。挡袂牢，到尾现啊，那三个死。我已经落入这个圈套，我嘛已经落入这个陷阱。你若知影，叫你创啊，你今仔日打叫电话，你叫去台湾你的朋友，你一个一个叫过来，一个甲叫过来，一个甲叫过来，叫过来要创啊，做诈骗集团，做阮的团伙。若无用咱面前创啊，恁存爱摕几百万来办理私会，毋呢，着手头好咧，用迄个电棒甲你电啊，用迄个棍啊，夹到你规身躯的身乌生结血啊，你捌看无？可能你看到会惊，你嘛真正我身边有看到，我嘛曾经讲，尽量用客网来帮这个太酷。迄做囡仔20外岁做个30外岁做个手靠的哦，安电甲旋来旋去哦，伊无咧可，迄无人性的，你听无？到社会安怎？你拢袂认识啊？你拢已经无法度啊！台湾嘛要插伊啊，对不对？就要创啦。
对这大好嘢，你有需要信有无？信啊，你听无？啊，你的心是上什么型的？是尿纸啦。啊，你有需要研究无？你来了解无？你这个是器官已经改变了，你听无？把你的 DNA、你的血型已经甲你配对好啊。往仔使用时阵啊，甲你再去到外海，外海伊要甲你打麻醉剂哦，伊要甲你打麻醉剂，伊要抬机啊，要打麻醉剂啦吼。要抬机啊，要打麻醉剂啦吼。恁去手术打麻醉剂有无？有啊，无来抗击。但是迄个物件就是要甲你打麻醉剂，一步一步甲你看。那互你知影，你咧胎记的痛苦，啊咧胎记的痛苦，食一个力量，药剂的当中甲你挂来，冰箱甲你冰起来，药剂甲你揢起了，要俾送出来，足紧的，速度足紧的，专门咧做这个物件，一个辛苦甲你卖过来千万，一个辛苦甲你卖过来千百卖，达标甲你向台底，会有买，安尼有精神啊袂？精神无法度啊，精神都袂有啊。讲，咱今日离世间修学到，咱就参与这个。这八只一定来讲，你一定要修，你一定要学。但是咱若听到修行修着了，若参详爱我的命，我今日去买饭，我今日有时间，我带我的囝来佚佗，我带我的孙仔创哪会爱我带出来好个休息，拢想家己这个快乐。拢该想这个速乐，拢该想这个海苔心态，唔爱要受了。但是有一日，迄一日到，你会后悔嘞。你看到你那后悔，你若感觉哇，真正过去，咱的前业一直咧甲你鼓励，一直咧甲你宣传，但是咱就听袂入。迄个叫做含混，含混啊，含混啊，含混，含恨离开了本天。含混无法度，你人生已经无机会啊，你都没有机会。但是咱今日，咱好发财，上天注意，互咱甲咱开了一条线路。咱嘛知影讲，人生来到这个世界，有来一定有得，但是咱来要得到，因为人生的这段过程无单纯，这个过程，这个无平等。你世界大平等，你世界到底无平等？袂当讲今仔日咱要安怎办，咱安怎？咱人安怎干安怎？这无平等。若有平等，无因果；若有平等，无因果啦。看人好，咱要比人好。看人来歹，咱好加菜；谁人会歹，咱好；谁人会好，咱会歹。心愿意，这叫做运命，嘛叫做因果。若无因果咧，大家拢好咧，啥物人要做好人拢？若拢好咧，大家拢好咧，啥物人要修行？我唔明。恁要坐大车无？恁大家要坐大车无？恁甘愿要坐大车无？恁甘愿要坐素食无？真正啦，看到的时阵，看别人要享受啦，若毋是那义理的，家己心拢会痒痒，家己只要心会痒痒。我这两天，我去菲律宾倒来，菲律宾，我去带一个叫做世纪活动嘅，要5千元，迄当时总会安排啦，因为菲律宾一贯是总会成立，去到迄个所在，因安排带啊嘛了聚会，安尼啦，迄叫做一个闹叫做党兵仔，毋是咱台湾，毋是咱台湾这党兵仔哦，毋是哦。迄是菲律宾，就叫大英仔，迄是华人，叫叫属于太祖的字。所以有一个叫飞航航空公司，迄间公司是大英仔。菲律宾有苏伊机场，你知无？菲律宾的第一机场就是大英仔机场，叫做苏伊机场。迄间饭店差不多离迄个好像17人，阮住20户啦，哎，迄个在。落来当中，迄人看因咧食菜啦甲咱食素食，你会平时咧想，我太可能食，咱袂使吃，我太袂使吃。迄个物件做歹
康的呢？我的物件啊，你才存得偌好咧。尤其咧烤鸭，什么北京烤鸭，什么烤乳猪，什么那位农业，逐项都拢有。啊，我厝诶当到大地势地一定嘅，啊，我也袂当去甲硬一个。我若硬一个，食得偌好咧，咱的心会痒痒的，咱的心会起心动念的，真正哦。咱的定力不高，咱的力量不高，你的心绝对会动的，会动的。200块这5000块公票，一年咧花遐侪钱，我来这样甲你检查，是毋是安尼？家己会明白，家己会明白。有一日啊吼，较早，我伫迄个，咱中央迄个邮局。这是当时我透过南村镇，我那讲实在话啦，吼，南村镇透过手办员去申请咱中央迄个邮局，迄社会做个我哋就按这个讲这个物件，安尼啊，我哋讲这个物件就是一个典故，安尼，有一个人，咱个延伸状，我叫你申请，拜托你申请这个，伊去的时阵啊，迄个满道。用迄个监理站头前，抑无一个迄什么餐厅有无？因为我咧食，我就唔知影，伊就叫电话，阿姨，我今吼帮本政府请我人吼，而且咧用餐，啊，你做迄个帮做用餐，啊，我去食素食的，啊，因为个拢食草的，啊，因为你叫我去，我本来无爱去，但我想伊要叫我开车。我想以前个比较开心，我讲地方蛮好，想要听来做，但是成功在先也无互来答啦，安尼伊就无爱对，安尼。啊，即摆我去咧哪呢？跟村长打请地方，加叫地方种，我叫迄个做素食的吼，煮2、3来，啊，就炒一个面素食的哦，啊，就一个菜，啊，个一个一个汤啦，我3、4个做菜，我也袂多钱。迄道拢啥物物件？你敢知影？迄道头一个出来就是只小虎猪、烤虎猪，你听无？迄个猪仔囝，我看过，倒下面啊，规只啊，烤甲规个红色安尼对啦。哦，啊来用力啦，哦啊来，都反正我别讲，你马上才死啦，伊就不是花完了，你知道？哦，今天哦。中午我们吃了一餐丰盛的午餐，丰盛的午餐你听了哈，做好牌就对了。以前我在讲，才讲，啊，这都是鸟会当食，你唔食，啊，你今日你食头前食菜，食菜，我嘛食较足欢喜，啊，伊嘛食较足欢喜咧，伊食较足欢喜，是叫做丰盛的午餐咧。我食较足欢喜，就是我唔该重点咧。你敢听？每一道我较重，每一道菜我较重要咧，阿弥陀佛咧。伊嘛欢喜，我嘛欢喜咧。无叫餐的嘛欢喜咧，啊无叫订倒的嘛欢喜咧。啊，毋知咧欢喜了，我看有名利的人，了解道理的人，咱今日食比较欢喜，咱食咱完全一切靠咱各种进罪顺利而已，咱完全无改变咱家己。这种当变好，我较早打食素食的时阵，连续2、3天，拢把我头前打你听。恁地方里面袂会啦，袂会啦，我相信我袂会啦。我连续2、3天，拢把我头前打，拢真是个好较在，做人倒里农场，迄就是咱开始研究，咱在头前打你听，咱在食打你听。我家己较早我这个搞笑，啊，所以这就是个人讲，伫修学过来的当中，咱一定的啦，爱坚持。啊，所以呢，今日啊，非常的难点，本来一课是应该2点的书来讲一课，精课啊，进前一课的这个体育班，练习到了，是咱台北张经理啊，吼，张经理。在经营经历吼，而且嘛，这个中央代表。
厝当中呢，咱头壳到达5点钟，调到一班，一班咱咱头壳分析，甲咱这共勉啦吼。不过呢，因为咱大家人讲调有诶啦熟悉几啦讲咱头壳嘅头壳应该是上下班啦大家拢了解。不过呢，咱讲无去菜脯天公大强啦因咱当然咱大家我相信无论咱嘅头壳，无论咱拢听过一些去今日小姐这个因缘，甲咱大家做分享。这一年我进行新课，我去迄个和谐和谐的同修啦这个天是2礼拜了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把这个当地修改咱们这个义友圣堂培养这一群讲师咱义友圣堂先把它培养一堂，配有咱的讲师。咱我长久着这个内在，头前改调呢，迄修得改调呢大些个讲师做好，咱才用去，这个部分就修掉。咱就以咱的这个义友性的把这个内在控制掉40分今日呢爱想那和是同修，所以这才可能跟相关2点，从这里话的2点讲。那当然，因为这个道理，这个理念是把启发下，嘛有一种独立性，嘛有一种普遍性，有这理念。所以呢，因为咱有人听到，因为这爱咱是去甲体反正你讲得对不对？但是我要讲这个道理，我有去找成功者的资料去甲咱分享，不是无有成功者。感恩开始会所以你慢慢欣赏就知道，修得突破关卡勇气。什么叫做突破？突破你知影无？突破就是我做个简单的比喻啦，一个家人囝要出来的时阵，是毋是要剁手？因为剁手就是要突破，但是迄只囝无能力。人把迄个2脚爬落开，所以伊家己的能力无法度爬出来，伊无法度弄出来。因此，若找到家母，斗所以离婚到上一句话讲叫做哪？叫做退左之妻。退就是讲家囝咧斗，左就是家母咧斗，左嘛家母咧斗。因为家母看到家囝开始咧剁手伊嘛知我的囝要出来，伊就针对着伊迄个脆壳啦，要甲剁，到平分，家囝叫突破，叫做走出安尼大话。无啦，若无我叫做哪？叫做恶魔嘛恶魔呢，我就巧伊恶魔，意思咱听话啦原因，咱每一个人的习惯，尤其咱修道人的习惯，咱一定要突破，咱突破做些物件，家庭、翁婿，过去当中，咱有个一个父亲我听讲，伊要收的内底伊的翁婿3分钟数，你甲做法，要讲好来，但是伊坚持，伊突破，过去翁婿即种做法，即种的反对，但是伊无话翁婿靠着。坚定的突破，听到现在伊需要做成绩，不是伊个人，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的家庭拢拄着，无论咱的父母甲咱反对，无论咱的母囝甲咱反对，无论咱的囝儿仔事实甲咱反对，咱拢会拄着环境甲咱反对。有人讲，我就真多安尼啦，我真多食菜无问题啦，但是咱来娶某啦人咧嫁人啦即摆若要请为着要请做袂话，你听为着要向请呀，安尼做袂话，安尼要收什么药？安尼要甲人信任未咧前途，安尼要甲人安怎修学道？含足简单就无袂，家己找
所以作者理由，家己来答家己，上作者麻烦来麻烦家己，安尼就无无。其实咱来遮听道理，就参像迄只家母，安尼听无？咱的点么说？咱的领袖，咱的副领袖，咱的处长，甚至咱各处的前辈者，到咱厝内风情，到咱厝内生存，迄时参像迄只家母，你甲伊斗平迄个家那边。但是问题，你只家囝你伫内底，你家己有要出来无？你家己有要争钱无？这只家囝若因为要出来有要争钱，咱这只家母。因为伊的功夫是伊是外表的功夫，但是重要的内底功夫就是食嘢听。啊，咱问题前辈则做者好的作业，咱做者好的作业，迄叫真上业。咱的因缘做好，咱今日一定会当道场，会当修学到，就是咱做大个原因内底，这叫做大财。但是因为咱的内缘，就是你家己，咱家己有东西，修学到当中。你人讲放肆那体，放肆那体啊，你听无？倒伫啊，安怎拖人嘛来拖袂起来，啥来拖起来？啊，你家己咁别个人要来拖起来，人甲你拖袂起来。所以呢，这叫做哪？咱个人就参像是迄只家囝形象，迄只家母就参像我拄则讲，咱点样说？好，咱的领袖，咱的副领袖，咱的组长。因用足者心要甲咱栽培，要甲咱协助咱行出着迄个突破迄个路线。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关卡。突破这是一个关卡。突破，我相信每一个人拢遇到这个问题。好，我会记进一个伊是人一个进可能变到10岁啊，这样。阮爸爸当时要去507，我是伊听到咧，哦，伊讲有足侪困难，伊嘛过去足侪难度。阮爸爸用真侪心去看医术学过咧，迄嘛医生人而且讲成功。伊要食菜时阵，阮爸爸甲讲，是毋是呢？是毋是呢？你若要食素，你要食较咸少啊。哦，讲伊对哦，煮足咸啊，食物件安尼，我真打是。伊叫食较，伊讲叫食较咸是话意思上对，晓无？较咸是讲爱食较好诶啦，爱食较好，莫食伤凊彩啦。安尼，伊的阮爸爸意思是安尼啦。啊，伊意思是讲爱食较咸咧，好嘛，对对，咸就清爽辣辣咧，会较比较好久，所以就可以。啊，所以伊来讲到这话当中嘛是毋甘阮啦吼。伊当时，伊是人而且被亲口所说。嘛，当时家父对伊嘛是真关心，啊，这每一个真理性人，咱吼咱的姻缘，有咱做些前辈才会甲你看教，有无？迄叫做咱的哪？咱的情商业，咱相信。所以呢，这个你有一个关卡，这个叫做关卡，但是关卡前辈就甲你协助这个关卡过，对不对？但是后壁哪有勇气无？咱有勇气无？你今日要行入面对真好的世界，你无勇气，啊哪会你要勇气？行两道路，要行第六道，到出生就较无力，迄是毋免勇气呢。迄种免勇气呢，迄人踹就你啊！你到第六道，乌上较着上来了，迄免勇气，互你勇气嘛无效，用法就入去啊，对不对？迄乌道的啊，无。迄时阵呢，迄较早迄个什么迄个拍死人的，拢迄个乌道拢也拍死人。因讲二小拢活用，迄个什么违建错啦，合规划着袂惊诶。哦，迄杀人无作案，迄一个刑警阿要去清杀，以后拢去无？我听着我陈进新你听无？高天明陈进新白冰冰迄个。应该打做出色。伊讲白，讲什么啦？陈进新咧阿去庆山的时阵，讲你较不错，好，西洋相声。嗰个时阵啊，一两人一碗饭，哦，迄个，一罐酒，基本上拢在吃，拢惊啉迄罐酒尔。啊，
要去收了你，啊，我要去，你不去啦，你去后遐人就压你啊。但是咱今日真正要入去面对净土，迄个世界，你是个足够的世界，你真啊真正无勇气修行到，你要入去迄个所在，你就无可能去。真正迄个所在，你入去迄个所在，你的勇气就离这个世界，离咱修行的不容易的物件，这叫什么？咱有勇气无？要么是为什么你讲我就是无勇气，我有听后孙讲一大堆。咱明年要招去风气，也法度。明年要招咱去来日本，无人讲去，有勇气无？咱个想法啊，提东提西，提一大堆，真正家己，家己提出来，家己变得无勇气。这个勇气就是讲，我唔知道要讲，人我知人讲我入去，普通大会，真正伊来就讲，较早。迄个什么人呢？迄个食树，你讲就食讲出来，用白日来白天，用年日来用天，用高日来高日。伊离迄个，你今日去，迄是净土世界，毋是地狱。迄个世界，毋是这个世界。你是无做后日你去就会，较早食树讲，食到40万人安尼讲，用白日来白天，用高日来高天，用年日来年天，这个肯定无。理解那个感动太强，理解更多后做这个，你要有勇气去承担。这不讲你看会，那个时候你看会你要去承担，你要怎么你看会你要去承担，做掉你看会你要去承担，往前，这是机会呢，这是机会呢。咱今年得了花心物件了，你这照片啊，我多了，我是新堂会你说啊，我多。提到会贴，真能问来找我，我都时间跟你行，若无时间你的代志，修道是咱的代志呢，毋是别人的代志呢，搞清楚呢。咱有勇气无？不敢承担，没有勇气，不敢承担。各位，你要突破这种关卡，你要勇气。所以呢，任何行呢，不一定能够